我这个抽水机，你看，12伏特的抽水机，马达是这么短啊，它里面那个还是有那个铁罐把它包起来，铁罐把它包到这么长，延长了，包好铁皮把它包好。你看就这么长，你看这么长，这么长啊，重重的放在水里面，水少啊也是可以抽水。它空烧了，烧坏马达了，用别的抽水机，它同样的电池可以抽水，所以这马达烧坏，空烧马达烧坏了。